咱观众朋友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提交轨迹。这个礼拜新闻幕后，同样大家来关注的是，今年初的时节，蔡英文总统讲，1806年是边境之年。就短短的就将日之内看到，先係8月底，前站长林全港推出了税务改革3年前幾日，又談到4年站長賴清德講，會為公交認證加薪3%。係咪呢兩項重要的措施是邊境節開始？見到這麼地度，俾大家繞搶到係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呢王兆輝王教授帶來專業分析。教授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希望王教授過去把呢段節目現場好。其實提前講到稅務改革，你係政府黨重提，也對特沙差唔多都要影響到嘅重要政策。提前我想強調，呢一擺嘅稅改方案，佢嘅重點到底係乜嘅？因為我哋都新聞地都看到講，稅改其實係合乎3隻主題。第一係講收入下大人是從呢2年幾百人，佢希望稅最大下少啲啦。第二係講新創嘅企業，然後中小企業，佢哋稅最大少啲咧。第三係講合乎國際稅率嘅潮流。到底你下推出呢隻稅改方案嘅內容，重點係乜嘅？咁要合乎年限設定嘅3隻目標。你講嘅當初嚇，就呢一擺嘅稅改嚇，佢重點嚇要簡單來講嚇，就係撈綜合所得稅嚇，撈佢降低，嚇那營利事業所得稅呢，佢撈佢提高嚇，韓國對外資嚇。外國的投資人呢，他的稅負吼，然後把它提高，就合算起來呢，就有7項嘅減稅，5項嘅加稅，調總起來呢，政府嘅稅收損失吼，差不多72啦嚇，簡單看起來吼，稅收淨損失政府漲損失70億吼，佢叫唔算大，因為吼叫加減嘛，加減嘛，調總起來漲政府稅收損失70億，可見的個經濟嘅效果冇動態吼。咁個佢公平的意義動態啦，吼就講對薪資所得者中小企業，佢想辦法降低它的稅負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佢又提高營利事業所得稅，一邊吼有可能對競爭力有得影響吼。所以調總起來看吼。看起來動到改革什麼項咯，加減相互抵消吼，經濟效果唔係動態吼，所以重點還係講公平走讀以外之外，又降低個投資人稅負嘛，有沒有辦法改善投資環境哈，吸引投資人更願意在台灣的證券市場投資，呢係值得關注嘅問題。黃教授提到這一點，在我問細項的問題之前，我想先請教2個比較原則性的問題。到底不論台灣也好啦，其他嘅經濟市場也好，到底用乜嘅指標來決定講我哋嘅稅務你係改革咧？平常你係用乜嘅標準來決定做稅務改革咧？係呢問得當好嗬，因為民國1804年哈，家下政府哈要加稅哈，改制了綜合所得稅，該最高稅率哈，從40%提高到45%，按照富人稅哈。所以國際上也是這樣，可能法規記得就係加稅哈，然後又就該投資所得哈，投資你一家公司嘅股票，公司改變傳到100K，你改變扣了17K 嘅營利事業所得稅，存了83塊嘅盈餘哦，係分配分股東家下哈。本來做的那公司交嘅個營利事業所得稅，做的那因為個所得稅改變做得推轉來，結果政府講2稅合一啊，實施按舊嚇，投資就冇增加，佢想到錢打上台咧，所以政府就講2稅合一嚇，個抵減咧，然後營利事業所得稅抵減咧，佢就攞去減半，減半就變到加稅咧嚇，所以2項加稅以後呢，問題就出現咧嚇。雖然公平來講，政府對有錢人扣稅，但是台灣哦當特別，因為係海島型哦，開放型經濟，你係稅強重嗬，錢就會走脫。你講台灣話講嘅講，人兩計較啊，錢是計較啊，就是講你係稅
求通创吼，迁就民营下家啊。台湾的就因为小岛经济就有问题，你税求创咧牵制走脱，所以呢，政府就常常做实现了公平，损失的经济效率哈，是想讲啊，个税通创咧。哦，本国的投资人哦，外国的投资人哦，税哦，本国人下创，或者提2天2呢，公司哦，老个传落钱哦，分配给股利给股东吼，下央下税下强，结果就是变到按当问题，所以政府是想讲哈税可能加税加通创咧，想减少咧，就了摆税改的基本理由系受会安现。按照社普来看，家教授讲到，了摆税务改革啦，分作10年大项。了地图咧，其中就5项是在增加差不多1253亿的税，不过减税还那多有7项，所以加起来，从先生讲的加减，政府损失差不多70亿元。安位数是并唔算大，哦，你不用太多，你全国来看。不过有人是讲吼，从家教授强调。了摆综合所得税从的婚姻税部分4.5%了条倒退咧，昨天变做最高是40%。不过大头家人力事业的所得税部分从17%，你也加到22%咧。迄面样做就可能会造成了开公司大头家佢哋上市上亏，股价会下跌，因为佢税价安重咧。结果变做大家唔系投资，也影响到係咪物价会天然有变化。哎，用减税态度基上10天的目标，因为变做大家全面都出钱来补人家困。嘿，就按讲起来，就了政府啊表示，因为财政部吼，太在乎税收损失啦。哦，佢减税改吼，变到太在乎税收损失哦，其实效果唔太。效果唔太，所以其实想办法让盈利事业所得税提高。提高后开始负面的作用就产生啊，因为投家人唔想投资啊，结果盈利事业所得税只会影响到国际竞争力，大家会比较嘛。你从新加坡、香港，嘅所得税咪17%啊，工业所得税咪很难带啊。你台湾你讲实在吼，冇加税的本钱啦。哦，你盈利税所得税加到20%，吼，那对企业竞争力有影响。哦，讲起来，政府千用万来吼，我感觉吼，可能提高盈利税所得税唔系好嘅办法。好嘅办法咯，就做咧种消费税改变吼，像营业税哈，营业税系全世界最强啊，最大哦，像5%吼，日本呢加到8%哈，新加坡7%，韩国10%，台六17%，按全世界最大。咁你做咧哈，提高营业税哈，你讲为避免对个民生大众产生很冲击哈，你做咧提高那个奢侈品、高价品的一个税率咩？对有钱人课营业税。你就打奢侈税啊？奢侈税有啦，跟五个从系高级啦，就是那个高级沙发啦、高级跑车、名车啦，嗰都有钱啦。哦，嗰当到项目啊，貂皮大衣咪做得巧啊，嗰当到嘿，跟做咧做一个裁员，跟冲击很少嘿。我反而民众谈到为少讲，营业税系爱大概人卖东西，其实都会拄到诶，我们变做对老百姓影响很大。我讲的是对高价品、高所得者消费得起的嗰种物品。啊，就类似奢侈税概念，对于6000人消费加税啊，我怎么对民生大众产生冲击？你要柴米油盐加税啊，甚至扩大免税范围做的，按做哈公平面又考虑到，让一方面哈，对经济啊竞争力产生冲击，因为消费税哈，影响到企业投资没啊，鼓励民众哈多储蓄啊，那做投资的资本啊，所以感觉话提高营所税啊，错啦，唔系按好嘅裁员啦，系做得哈可以考虑扩大税基，用别的我们的特别偏低的该营业税改变来想办法。我记得教授啊，长时间有都参加你的税改小组嘛吼，礼拜因看到都讨论是只有提假案、闹议案。我看的资料讲假案大税较简单，效率较高。啊，议案系讲做咧2选1，有做咧抵减税额的设计，不过从一下复杂，不过比较起来议案算下公平，所以你啊政府系财行的系议案，到底两者高雄这个有慢看。
讲实在吼，你甲案乙案哈差不多啦，但对于投资人来讲哈，乙案是比较有利了哈，因为你看对大股东来讲哈，甲案嘅有效税率哈。大股东佢可能负担的税负，就营所税加重所税加起来，差不多40.8%。啊，最有钱的大股东，佢税从你今下系差不多50%哦，佢按冲哦减到40.8%。减税。咁以按来讲哈，对大股东是减到40.16%啦。讲得冇几多，但系对小股东来讲哈，以按那个。本个小股东选择讲8.5%那个扣抵率哈，比甲案还好啦。不过，不管你系甲案也乙案来看哈，对小股东来讲哈，比限制啊税负系增加哦。大家冇注意到呢个问题哈。实际上哈，你小股东哈，在税改以后哈，照财政部的方案来看哈。叫佢加税嘅，哦，你看小股东咧，本来现在用5% 的税率嘅股东来讲，哈，我本来哈，只最多要缴17% 的税，今年哈变到会加到新的方案哦，税改方案哦，乙案哈，叫佢加到甲案会加到22% 呢，加5%的税嘅，所以哦，当然唔低，哦，对小股东来讲不利，我讲那个限制比。改革前跟改革后来比，改革后对小股东也不利诶，人家动也冇注意到哈。啊，基本上按讲啦，就税率低于20% 的个人哈，投资人哈，会因为税改方案而吃亏。电都加税，所以应该是建议我财政部哈，你看这种乙案的那个抵减率，小股东8.5%可以考虑提高，至少到10% 以上。韩国上限讲8万元有吗？我们总得考虑提高，因为你有照顾妹子照顾大股东了哈，小股东你要减轻他税负嘛，你反正是税改变成对小股东加税，这是说不过去哦，应该想办法增加乙案的对小股东的那个的方案呢，给他更多的优惠，至少不要让他税负加重，这是基本底线。今日教授講到，其實稅務啊，落國家嘅經濟宣傳就動態關係，尤其係講係咪外資嚟投資。另一擺有一點係講外資股利嘅所得啦，佢嘅稅率會提高1%變到20%，是不是？人哋講台灣嘅股票市場之前都節目都有紹介，三股股市上係外資都在買，外資都在搞嘅。咁做咁會對台灣市場帶來衝擊。你們嚟當炒哈，外資哈。对于台湾的股市来讲啊，它占了很大的比例。台积电有70%的零股利系外资诶哈。不过哈，个外资的部分哈，分2点来讲哈。一点係講撈 NU 簽訂租稅協定的問題哈，佢匯回去股利，佢台灣產的股利哈，匯回它比我美國好了哈。他們沒跟我們簽訂租稅協定。因为佢的税下冲，佢会补转移补课税哈，所以对外资来讲没有影响哈。那如果又签进租税协定呢？哈，你出去后佢是每课20%，佢课10%。表面上按一堆减税，但是它的母国该片哈，为了去按照当地的税率又把它补课回去，所以那部分也没有影響。唯一会有影響係可能又嘛感覺假外資啦，哦，你台灣人哈，原來在國內投資用本國投資唔係講課50% 的稅嗎？哦，所以他用假外資名義啊，到什麼巴哈馬群島投資，紙上公司啊，來投資的，一直用外資的待遇，然後可以享受租稅優惠的好處。不過呢一擺按外資提高以後哈，像佢在租稅天堂投資嘅個假外資來講，只有的影響，是不是打到佢哋？就會打到啦哈。所以按偏要提高部分哦，基本上負面衝擊下少啦哈，但是對假外資呢片做得扣得稅。OK 好，希望你個線上嘅介紹好。上半場稅務改革先進行到呢一邊，下半場哪一重點係講先人中嚟先啲講加薪，公共年加薪之後，係咪就有大通經濟選項？先嚟一下啱住場係。
刚过咗到讨論嘅現場，政府並見前看到兩隻主要嘅做法，假係年前陣中提出嚟稅務改革，3年來前啲陣中上任之後，前兩日宣布講公告人員你係講嘅加薪3%。誒，你除咗當後期嘅時講，我冇檢咗差唔多幾兩年之前啦，嗰時隻年陣中係講，誒你係政府哦，三台副台空，實在係冇水條加薪啊，唔係唔加，最緊係冇錢我加。咁講呢一段忙到2年之內，你經濟情況就改善很多，怎麼係你係要錢可加？而且當後期當升級，因為從教授重新研究經濟、研究稅務，你有冇看呢一件事情？實際上，英文嘅問題啊，當內行啊，英文嘅當好啊，你答案哦應該嚇問林全院長嚇。佢也做冇經濟有道理啊，係賴院長有道理。講實際上哈，從專業角度來看哈，林院長佢下內行啦哈，佢下去考慮是講經濟成長率不是很高哈，去年才1點多，今年也頂多破2出頭一點點，2%沒問題。但是大部分還是靠外銷改善，那是國際經濟情況改善哈，出口下多嘞。哦，但是從內需的觀點來看哈，消費投資慢慢新漲了，所以講按照經濟發展的一個力道哈，還算很脆弱，所以經濟還沒講動好的狀況，比起以前。頭擺19年前那個最近十幾年前嘅調薪哈，那可能經濟成長率至少都有6%以上啊。那了要說是90年的時間加薪呢，該時間前幾年的經濟增長係6.42%，90幾年就加100，前幾年係6.57%，最減免100，民國8年的時間，該時間加薪，你看到該年的經濟增長10.63%。係啊。不過，家下教授講，去年係9.48%。我後期時講，到底政府決定愛為公共人員加薪，愛考量到嘅像係經濟嘅數據為咗嚟到，加埋經濟增長天。哦，當然，你們經濟成長率係一個考慮因素哈。你政府你嘅收入哈係講不能比經濟成長率高，啊，你支出又比經濟成長率高。該是會造成負債，所以當然經濟成長率考慮了。當然，另外一個問題是講經濟不好，可不可以透過加薪來改善經濟哈？就是這是的目的。又改善經濟成長率，這個也可以考慮了哈。所以那這樣說起來的話，林全院長那時候又說經濟成長率不夠高。所以沒有加稅本錢，這好像有問題啊。反正不管如何啦，就是賴院長跟林全院長這個說法啊，誰有道理哈？但是我從任何角度來看呢，我想我們不會去反對對軍公教人員調薪啦哈。因為總講咧係好嘅事情。係好嘅事情嘛，因為大家所得增加哈，所得增加消費，然後對人家動微弱誒內需市場來講，有點幫助，促進消費嘛哈。那好事一件啦，但是講哎呦，給人感覺就是講政治考量哈大過於經濟考量，按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哈。再另外一點哈，你講200講。突然改成可以加薪的理由，還是加一個就是股市萬點很久了哈。係70年呢，上擺衝動橋誒，動橋係，但是你講係了解內情的人呢，動地就係樣啊。大部分的股市上萬點哈，獲利還是大股東、外資啊、法人。好，你慢講，因為這造成股市上到3萬點哈，都是什麼台積電、大立光，就大型全指股啊，個股價是最少咪200K， 6000K 啊，買一張那個大立光股票比賣一副嘅還要貴啊，OK，所以更賣緊業上賣係大股東咪，哦，一漲價，那個股票一上漲哈，就造成那個指數漲了很多，所以上萬點哦，真正獲利哈，大部分都是。大股東有高所得者，所以一般來講，小股東哈、中小企業哈獲利的比較少啊，所以這個點哈，就以這個來論說，這個可以促進這個經濟成長，我個人是持保留態度了。但是不管如何了哈，就是說如果基於為了刺激我們的消費，啊，提升那個民眾的所得，這是好事。那也希望都透過對軍公教的加薪。因為我們企業界也跟總統
保证过说，如果你对军公教加薪，那我们也会加薪。那所以希望能够带动劳工朋友哈，也在民间企业那边也能够加薪的话，那就等于全民加薪哈。那也许就更能够刺激消费增加，对经济成长可能有帮助。另一点吼，我等下会强调，其实你可是看到反正呢，跌到美民间的企业。你阿你看到是讲公股银行，我哋讲今日跳出来，政府加3%，唔怕，我哋问嘅，你阿几家公家银行加6%，所以感情嘅按价是几天是反应？实际上唔系啦哈，我个人的深入了解哈，公股银行哈，因为去年业绩很不错，所以今年上半年哈，那个去年的业绩出来以后，所有公股银行都早就决定了加薪，最少3%的，哦，所以呢，你也喊到6%，喊到6%，其实是加码了哈。一方面是选择行政院的业绩当过了，实际上哈，银行早是决定了加薪，因为去年动传钱哈，所以加薪哦，其实算灌的业绩灌到这个行政院的，就可以赖院长来宣导。嘿啦，实际上哦，银行早就决定要加薪，不该算作行政院的功劳。人一点子，甲教授有了讲到，大家是希望就可以政府讲，好啦，你从政府带头做，本公务教育中间做得加3%，做乜嘅透过用民间什么天然加薪，你要动用嘅土地都难为。你要土地。现在没土地了哈，找土地是讲你政府管理政府的嘛，我民间企业我要不要加薪是我企业的决策嘛，我投资的决策，我是根据我市场的状况、竞争的状况，我要决定要不要加薪，这是企业自主的决策。不过政府就是觉得就是说这几年哈，那几年因为薪资所得慢慢成长啊，那毕竟呢军公教它占这个劳动市场的比例动态，啊，你看军公教岛中也50-60万人，啊，对影响不大了，所以劳工那边的加薪哦，可能才会有实质效果。但是你也知道，企业没讲动传钱，讲台湾股市好，没大企业，啊，像大立光、台积电涨就紧紧传钱，中小企业没苦哈哈，啊，所以你讲迫使这个企业界全部加薪哦，这也要另当别论，你要看这个企业有没有这个获利的能力啊，所以也不能说所有大型、中小型企业全部都一体加薪，这个说不过去，所以应该还是让企业自己去自主决定。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哈，就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政府的部门要加税来讲哈，中央政府当然业绩算在中央政府头上，但是你啊，其他地方政府讲。加薪讲我按好堂，结果我就基本年但是帮人的，你还帮我把很难冲。系啊，因为地方政府财政都困难，你做起来看起来就是有点像中央请客啊，地方买单。因为地方政府给每如果这边行政讲，给我另外变局算补助了，系啦，该补助有没全额补助咁低了哈。但是要情况系安样呢？地方政府啊，你讲哈贫穷的县市啊，先天税收苗栗啦哈，你推动咩啊，澎湖啊、云林啊，给地方政府哦，给政府收入动少，但是给公务员哈，给人事费和军公教人员的给人事费啊，你看国中小学老师和公务员，给人事费可能就占他收入的7%到8%呢。我们个存钱走的用，加薪了，有个地方政府是都唔掉了，所以中央政府哦实施加薪政策啊，还最好还是跟地方政府先商量一下哈。那地方政府因为你中央的政策而增加财政负担，你中央政府应该无条件的就给他补足嘿。系讲是两几年啦，台湾经济状况像因讲的身体唔好不平强调，到底你的平做系乜嘅？你下政府可能两贴弱方讲像减税，然后呢个加薪，系咩做咧救到你下经济唔好嘅状况？往教上即个人民讲，总的来讲吼，减税就减72啦，唔多啦，效果唔大啦。加薪加3%吼，军公教啦。养熊也没跟台，当然效果很正面啦哈，这只是讲可能微不足道啦。比较好的政策，我感觉政府应该做乜嘅？企业要乜投资那问题无缺咩？
你五缺一直到想办法改革啦。说你讲200讲个前瞻建设花了将近上兆元的。很多可能是浪费，扩大支出了，带动吗？没有，我怀疑啊，可能有动作钱会打伤它，浪费它。因为台湾哪需要按多轨道建设啊？你错捷运是总裁吗？你会错捷运是天都总裁吗？唔会嘛，咁冇用到啊，乡下人唔会用到啊，哈，所以今日问题，你也是投资环境。需要改善哈，当然减税有点帮助，但是哈，你看5缺，你要缺水缺电，你可能要把缺停电的问题哦，冻严重啊，当然又紧张哈，没办法啦，要缺水缺电缺土地缺人才缺劳工，那问题要优先解决。那改革了嘛哈，经济涨会好啦。就话劳工佢哋最低工资过天年在调整呀，该另当别论，可能哈对。真正需要帮助人，可能反而是爱之是以害之。嘛意思？你有个某个技能哈，可以领到那么